常年期2周6雙數年撒慕爾紀下1章1到27節，馬爾谷福音3章20到21節，小德蘭福傳之友，曾慶道神父讀經反省。2026年1月24日，耶穌基督今天，達味聽到撒烏耳國王在戰場上死了，可能我們會以為他會很高興，因為撒烏耳曾經一直的迫害達味，為形同兄弟的好朋友約納堂的陣亡痛哭不奇怪，但是為自己的仇敵撒烏耳的死亡痛哭，這是很不簡單的。達味有軟弱犯罪的時候，但今天顯示了他很高貴的不記仇的偉大的人格。只有小人才會喜樂於別人的厄運的，他不把敵人看成敵人，而是看成朋友，甚至自己的合法主人。就像主耶穌說的，愛你的仇人，為迫害你的人祈禱，這真是一個瘋狂的行為。耶穌自己當然也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最高榜樣，在十字架上痛苦地要死的時候，他求天主父寬恕釘死他的人。耶穌的教導和榜樣在世俗人的眼光看來都是瘋了，就像在今天福音裏人們說耶穌瘋了一樣，因為耶穌只是在幫助別人，沒有想到自己，跟我們常聽說的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很不一樣啊。這裏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是沿用了習慣了的錯誤的用法，因為這句話很正向的原意是，人若不修為做好人，會得到天誅地滅的後果。其實我們想一想的話，天主真的是瘋狂的，但是是瘋狂的愛，愛的瘋狂，是宇宙的造主，竟變成人，甚至為人捨生，這是何等難以理的瘋狂的行為。給，就是天主把一切都給人的本質。我們如果學習耶穌的榜樣，去燃燒自己，光照別人的話，我們也會被世俗觀念的人說成是瘋子的。耶穌是一個瘋子，教會2000年來也產生了無數跟隨耶穌的瘋子，就是那些聖人聖女。愛有恨仇是我們人的本性，要超越這真的不是憑我們本性的力量的，力量只能來自天主，而來自天主的方法就是祈禱，特別是最完美的祈禱，領受主耶穌的體血，這樣我們才能擁有超性的力量去恕仇愛仇。小德蘭說，他的使命是要讓所有人認識這個愛人愛到瘋的天主，要讓愛被愛，這就是我們福傳的目的，是小德蘭福傳之友的使命。愛人愛到瘋的神，是我們基督信仰中最獨特的地方，最美最感人的地方。